乡亲啊，咱继续要甲你讲安心旅游的补助，嘛是为今仔日开始哦。为7月到10月底，包括自由行、团体旅游、陆航的门票、台湾观光巴士，还有外岛加码的补助，拢统合来申请，而且是无分平日甲假日。这个自由行的带暝，每一人每一房是补助1000，若是外岛带暝，搁加1000变2000。啊，目前已经有超过7%的理属的业者来加入到补助的行列，是有史以来上侪业者加入的一届。安心旅游正式实施啊，民众会使放心啊出去耍，佫会使享受补助优惠，住一间台北5000级的饭店，平时只要1000块。参加团体游览买较省。有没有要出去玩？什么时候？月底要去澎湖。你们这样算下来可以省多少钱？大概8000吧。佚佗的计划早就想好啊，是讲花莲台东离岛机位甲房间早就大爆发啦。这时阵台北饭店生意无好，只好变赎金。以我们饭店来说，搭配官网的这样的一个专案活动，再加上它的补助，可能2人房大概1000块就可以住得到了。安心旅游省偌济，以台北到高雄3天2暝来看，饭店一间房间会使补助1000块，2暝省2000块。坐台湾观光巴士2个人做伙去，1个人免费。去小琉球算一天就省4000块。未来世界18岁以下免门票，2个大人2个囡仔，佫省将近1700块，安尼算会使减开7698块。目前跳岛邮轮4天3夜的价格是7900，有时候的一个产品优惠的可能没有办法用到安心旅游。上层的邮轮的旅游无适用安心的补助，团体旅游的补助这嘛有一个限制。伫对团的时，上好问清楚，以免错失优待时机。